在医院的诊室里，我见过无数双眼睛，有焦虑的，有恐惧的，但最让人心疼的是那种带着熄灭感的眼神。上个月坐在我面前的老张，62岁，在企业拼搏了大半辈子，曾经是公司的顶梁柱，如今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他的妻子扶着他走进来，不是因为他不能走，而是他整个人失去了精气神，眼神涣散，仿佛灵魂已经出窍。老张坐下来沉默了很久，我知道要一个男人承认自己不行了，比登天还难，尤其是这一代扛起家庭重担的男人。最后是他妻子忍不住开口：医生啊，他这半年晚上根本没法睡，一个晚上要起来7、8次，我也跟着睡不好。白天他就坐在沙发上发呆，叫他去运动，他也不愿意。以前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说着说着，他眼眶就红了。老张终于抬起头，用那双失去光彩的眼睛看着我说：医生，我是不是该退休了？现在年轻人做的东西我都看不懂。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典型的连锁崩塌。当男性的肾气亏虚和睾酮低下同时发生时，垮掉的绝对不只是体力。它会先从睡眠开始瓦解，夜尿增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精神变差之后情绪也跟着低落，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情绪一旦低落，荷尔蒙分泌就会更少，睾酮水平断崖式下滑，腰开始酸，背开始痛，体力一落千丈，连带着自信心和夫妻关系也全面崩盘。老张不是生病了，他是整个人卡住了，身体的能量循环完全堵塞。我给他做了详细检查，他的睾酮水平确实偏低，但还在正常范围边缘，还不到必须用药的程度，问题出在别处。我问了他一个看似奇怪的问题：老张，你平常怎么洗澡的？他愣住了，他妻子也愣住了。洗澡就那样洗啊？我接着问：你会特意去洗脚底板吗？会去按一按吗？老张摇摇头说：哪有那个时间，水冲一冲干净就好了。我心里有底了。问题的根源就藏在他每天都会做，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的这件小事里，那就是洗澡时忽略双脚。很多人都搞错了，以为心脏是唯一的循环动力，其实中医早就说过，脚是人体的第2颗心脏，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是一栋高楼，心脏是1楼的水泵，负责把血液打出去，而脚底就是这栋大楼的地下室。血液循环是有去有回的，血液流到最远端的脚底后，需要再被泵回心脏。这个动力靠的是脚底肌肉的收缩，但是过了50岁，久坐不运动，穿着不合脚的鞋，脚底的这个泵早就没力了。地下室的循环系统几乎瘫痪，所有的代谢废物、多余水分、尿酸全都淤积在脚底，脚底一堵塞，全身的脏腑器官就跟着缺氧、缺营养。你的肾脏、肝脏、生殖系统，它们都在无声地喊救命，而脚底分布着超过60个穴位和反射区。这些穴位就像是全身脏腑的控制面板，你忽略它们，开关就会生锈；你保养它们，全身就能重新通电。老张的问题就是他身体的总开关全部跳闸了。我没有给他开药，而是教他一套浴室里的3分钟保养法。这3分钟我们要启动3个核心开关。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光听名字就知道是生命之泉涌出的地方。涌泉穴的位置在脚底板前1/3的正中央，用手按压时会感觉到一个明显的凹陷，那就是肾经的第1个穴位。中医讲肾出于涌泉，这是肾气的源头。你所有的精力、体力、骨骼健康、生殖功能，全都归肾来管理。按压涌泉穴就是在点火，重新启动你那快要熄灭的肾气引擎，让沉寂的能量系统重新运转起来。具体怎么操作呢？洗澡时先用温热的水把脚冲暖，然后用大拇指对准涌泉穴的凹陷处，用力按下去。按下去停留3到5秒，你会感觉到一股酸胀麻的感觉，甚至会有一股暖流往上窜，那就是肾气被激活的信号。按3到5秒后放松，然后再按左右脚各重复15次。这个动作对改善夜尿、腰酸、精力不足效果显著。第1个开关点火完成，接下来要清理身体的过滤网。第2个重点是肾脏反射区，就在涌泉穴旁边偏内侧一点。这片区域就是肾脏在脚底的缩影。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熬夜、饮食不规律、喝水少，肾脏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你按这个区域的时候，如果感到明显疼痛，那就是身体在抗议，说明你的过滤系统已经堆满了毒素和废物。这一次我们不用点按，而是用搓揉的方式，洗澡时可以抹一点沐浴乳让它润滑，用指关节从上往下深深推压，力道不需要痛到流眼泪，但一定要有酸胀感。左右脚各搓揉1分钟，坚持做下去，你会发现酸痛感慢慢减轻。
酸痛感减轻代表肾脏功能在慢慢恢复，身体的排毒能力变强了。你的过滤网正在被一点点清理干净。点完火，清完滤网，最后一个重点是很多男性最在意却最容易忽略的部位，那就是你的脚后跟。很多人不知道，脚后跟对应的是整个骨盆腔和生殖系统。你可以现在就看看自己的脚后跟是什么状态。如果脚后跟非常干燥粗糙，甚至有厚厚的硬皮，这不只是美观问题，这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这代表你下半身的血液循环非常差，骨盆腔的血流不畅通，生殖系统怎么可能有活力？这是环环相扣的。保养方法是这样的：洗澡时先用磨砂膏或丝瓜络轻轻把脚后跟的老废死皮去掉，然后用温水冲干净。接着用整个手掌包覆住脚后跟，像捧着珍贵的东西一样，从下往上轻轻按压和搓揉，促进骨盆腔血液循环。左右脚各按摩1分钟。这就是完整的浴室黄金3分钟，涌泉穴点火，肾脏反射区排毒，脚后跟促循环。我跟老张说，不用多，每天洗澡就这3分钟，不要把它当成任务，把它当成一天结束时给自己身体的感谢。老张半信半疑地回去了。我知道要让一个大男人突然开始关照自己的脚底板，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你也想让这3分钟的效果翻倍，还有3个进阶技巧可以配合使用，能把保养变成一种身心放松的仪式。第一个进阶技巧是洗澡前先泡脚，如果有时间的话，准备一个水桶，用40到42度的温热水泡脚15分钟，可以在水里加一点海盐促进循环，或者放几片姜片驱寒暖身。泡脚就是在给全身做热身，让毛孔打开，血液加速。这时候脚底的穴位会变得特别敏感，再去做那3分钟按摩，效果事半功倍。整个人会从脚底暖到头顶。但要特别提醒，如果有糖尿病或末梢神经病变，脚部感觉比较迟钝的人，水温一定要控制在37到38度，时间也不要超过15分钟，一定要小心烫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因为追求效果而伤害了自己。第二个进阶技巧是按摩时配合深呼吸，很多人按摩就是闷头猛按，这样效果会大打折扣，因为气血是相通的。中医讲气血同源，你没有调气血怎么会通顺？记住这个口诀，吐气时按下去，吸气时放松，配合呼吸节奏。当你按压穴位时，慢慢深深地把身体里的浊气全部吐出来。吐气时，身体会自然放松，穴位更容易被刺激到。你吐掉的不只是2氧化碳，还有一整天的压力，对工作的烦躁，对未来的焦虑，把气吐顺了血，自然就通了。第3个进阶技巧是按摩完后补充温开水，这是整个仪式的收尾动作。按摩完洗完澡，全身循环被启动了，新陈代谢在加速运转，这时候身体需要水来帮忙，把刚刚清理出来的垃圾和毒素真正排出体外。请一定要喝300到500毫升的温开水，记住是温的。你刚把身体的火点着，千万不要一杯冰水浇下去又熄灭了。很多中老年人怕夜尿，白天不敢喝水，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白天水喝不够，血液粘稠循环更差，晚上问题更多。正确的喝水方式是白天充足补水，睡前2小时开始减少摄入，这才是真正科学的保养之道。1个月后，老张回来复诊，这一次他没有让妻子搀扶，自己稳稳地走进来，步子扎实了，腰板也挺直了。他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微笑。他说：“医生，我一开始以为你在开玩笑，第1周按的时候真的痛得直叫唤。”我老婆还笑我，一个大男人在浴室里待那么久，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但我咬牙坚持了下来。到了第2个礼拜，有一天晚上，我居然一觉睡到天亮，醒来是被早上6点的闹钟叫醒的，不是因为想上厕所。我看到老张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那种熄灭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重新燃起的希望。他接着说，上个礼拜天气转凉，我老婆睡前脚碰到我，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说，我的脚底板怎么是热的？以前我的脚不都跟冰块一样吗？现在居然是温热的，连我打呼的声音都变响亮了，说明睡得更沉了。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告诉他那不只是打呼声，那是你身体的生命力在跟你说早安。他找回来的不只是睡眠，他找回来的是温暖，是循环，是气血。他整个人活过来了，不再是那个快要熄灭的老张，而是充满活力的张先生。脚底按摩打通了水管，但要巩固这个成果，还需要饮食的配合。饮食决定你放进水管里的是清水还是油污。首先说饮食的加法，你应该多吃的第一类是黑色食物。中医讲黑色入肾，这是补肾的根本。多吃黑豆、黑芝麻、黑木耳、海带
黑豆被称为肾之谷，每天早上喝一杯无糖黑豆浆是很好的选择。第二类要多吃的是优质蛋白质，睾酮是荷尔蒙，它的合成原料就是蛋白质和胆固醇，不要怕吃鸡蛋。健康的成年人一天吃1到2颗蛋完全没问题，蛋黄一定要吃，还有深海鱼、豆腐、瘦肉都是优质蛋白来源。第三类是锌和维生素 D， 这是男性健康的加油站。锌是合成睾酮最关键的微量元素，缺了它引擎就转不动。牡蛎、生蚝、蛤蜊、南瓜子、牛肉都是锌的宝库。维生素 D 最好的来源是阳光，每天晒15分钟太阳。说完加法再说减法，首先要少碰的就是糖，糖是荷尔蒙的头号杀手，这一点最重要，一定要记住。你喝一杯含糖饮料，血糖飙升1次，你的睾酮水平就会下降5%到10%，每天按摩那么辛苦，一杯奶茶就全毁了。戒掉手摇饮、甜点、加工食品，这些东西带来的只有短暂的快感和长期的伤害，得不偿失。第二个要少碰的是精致淀粉和油炸物，白米饭、白面条、面包，还有炸鸡、盐酥鸡，这些让身体发炎的食物，它们会让你的血液更加粘稠，让你好不容易打通的水管又重新堵塞，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管住嘴。除了饮食，我还给老张布置了最后一个功课，那就是运动。脚底按摩是被动循环，运动是主动循环。我不需要他去跑马拉松，只要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的快走，走到会流汗、会有点喘的程度就够了。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句真心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老了，我们只是懒了，懒得运动，懒得自己做饭，懒得好好洗个澡，懒得关心自己的身体。我们把身体当成理所当然的机器，年轻时拼命透支它，到了中年开始埋怨它不好使了，但你从来没有静下心来听听它在说什么。你的身体一直在跟你沟通，你脚底的酸痛，你脚后跟的干裂，你晚上的夜尿，你白天的疲惫，那都不是正常的老化现象，那是你的身体在用最后一丝力气拜托你，主人，你可不可以看我一下？我好累，你可不可以帮帮我？今天分享的这套方法是30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是日常辅助的保养法，它绝对不能取代正规医疗。如果你已经在吃医生开的药，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的药物，请千万不能自己擅自停药。这套方法是帮你把地基打稳，让你的治疗效果事半功倍，是辅助不是替代，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如果你在按摩的过程中感觉到剧烈疼痛，或者出现头晕、心慌的症状，请立刻停止并去医院检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健康真的不难也不贵，它就藏在你每天以为自己很熟悉的小事情里面。今晚当你走进浴室，当温热的水从你身上流过时，请你弯下腰去摸摸那承载了你一辈子重量的双脚，花3分钟找到你的涌泉穴、你的肾脏反射区、你的脚后跟，认真的去按摩、去感受、去跟身体对话。那3分钟不是为了你的妻子，不是为了你的老板，也不是为了任何人，那是为了你自己，那是你在跟那个快要熄灭的自己重新连接，是在告诉你的身体，谢谢你，这些年辛苦了。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爱你，我会照顾你，我会倾听你的声音，不再把你当成理所当然。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分享给你身边那位嘴硬心软、总是忘了照顾自己的人。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帮助了一个正陷在熄灭感中却骄傲到不肯求救的男人重新找回希望。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效果因人而异，但只要你愿意开始，改变就已经发生了。不要期待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给自己一些时间，身体的修复需要过程，但它一定会回报你的用心。记住，健康不是终点，而是旅程。每一天的小小坚持，都在为未来的自己储蓄能量和活力。你值得被好好对待，尤其是被你自己好好对待，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应该爱你的人就是你自己。当你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你才有力量去照顾你爱的人，去追逐你的梦想，去活出精彩的人生。从脚底开始重新认识你的身体，3分钟的时间换来的可能是未来几十年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不是什么神奇的秘方，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结合现代医学的验证，简单却有效。你不需要花大钱买补品，不需要去做昂贵的治疗，你需要的只是每天3分钟的自我关爱。今晚就开始吧。当你踏入浴室的那一刻，告诉自己，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对待这具陪伴我一生的身体，让温水冲走一天的疲惫，让双手传递爱与关怀，让那3分钟成为你每天最期待的自我疗愈时刻。你的身体会感谢你，你的家人会感谢你，未来的你更会感谢今天做出改变的你。
健康的人生从脚下开始，每一步都走得稳健，每一天都活得精彩。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生活。感谢你听完今天的分享，希望这些内容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个性化的建议和指导。我们不只是要活着，还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活得有尊严，这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从今天起，做一个懂得爱自己的人。从脚底的3分钟开始，开启你的健康新篇章。记住涌泉穴点火、肾脏反射区排毒、脚后跟促循环3个步骤，3分钟时间，改变从此开始。愿你从此夜夜好眠，精力充沛，和家人共享温馨时光。这就是健康带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保重身体，我们下次再见。期待听到你的好消息，期待看到一个更健康、更快乐的你。让我们陪着彼此，不只活着，还要活得好。这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